新竹市参新竹林区管理处合作成立全台湾头一个碳循环平台，未来会把这铺落来车库提供给环保局用来做中古家具的修理。无论是椅桌还是古早时代的菜图，经过整理了后，看起来就亲像新的同款。为着要大自然资源循环再利用，新竹林管处未来会把一寡性质较差的材料，除了提供给学生使用，卖用来整修二手家具。会利用我们在书法的过程里面产生的小积木，或者是比较残余的一些这个比较没有用的一些小材，那提供给新竹市政府这边的环保局这边来提供制作修复这个旧家具。环保局指出，除了把茶库提来整修二手家具，无做产生的茶库坡，还当当做有机肥料来育树苗。提升循环再利用的效果。其实不单单只是在课程上运用，也可以在家具上修复，以及甚至是到整个环境的影响都能做一些改善。原来不要的这一些木材呢，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让市面上拍卖比较好卖的这些原木料，能够得到另外一个管道的一个消化，这样子整个就达到整个这个废料循环或我们二手家具循环的一个目标。环保局表示，透过这个合作计划，希望大自然的资源会当尽量循环利用，让二手家具有新的生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